台湾话喘大气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喘大气，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叹气，常叹息，剧烈而急促的呼吸动作。例：好了解，免得喘大气，赶紧用功，才有机会补救。考得差，不用叹气，赶快用功，才有机会补救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